Hello，又係我 Amanda 同大家分享世界盃最新嘅消息。嗱，咁今日咧就終於踢晒所有16強嘅比賽，咁啊8強咧就已經出晒嚟啦。大家開始倒數啦，得返8場，今屆世界盃就完啦。好好珍惜剩返落嚟嘅比賽嚇。咁啊，嗱呢兩日大家都睇咗好多比賽啦。我自己覺得其實16強嘅比賽咧，真係冇32強咁精彩啊。同埋咧，我哋中意嗰啲強隊都一隊隊就返晒屋企啦。咁啊，今日上演咗一場好精彩嘅賽事嚇，即係可以話驚濤駭浪。就係阿根廷對埃及。嗱，初頭咧，大家都以為阿根廷走呢條線，罰德國啊、埃及啊、咩瑞士糖啊呢啲，喂應該保送4強冇問題啦。哇！點知咧阿根廷咧場場都贏到驚濤駭浪啊！真係今日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嗱，咁今日呢，我自己覺得16強咧最精彩係阿根廷對埃及呢場比賽嚇。咁另外一場比賽咧，瑞士對哥倫比亞0-0悶和之下，瑞士以12碼贏哥倫比亞，有少少可惜啊。因為而家16強咧得返阿根廷呢隊南美洲嘅球隊。咁初頭我以為今屆喺北美洲嘅賽事，南美洲或者係北美洲嘅球隊應該即係佔優啦。點知咧去到8強啊，3個主辦國出晒局不特止啊，南美球隊都相繼出局，剩返阿根廷，真係有少少意外啊！咁咧歐洲隊啊，真係仲有好多喎。剩返一隊非洲隊法國係啊，唔係摩洛哥。咁啊，今日連埃及都俾阿根廷砌低，咁啊有少少可惜啊，即係有少少嗰個世界盃分佈咧，都係歐洲隊佔優喎，即係非洲啊、南美洲啊嗰啲都相繼即係都唔掂啦。咁嚟緊呢，我自己覺得最期待嘅賽事8強，法國對摩洛哥。咁啊，法國嘅三叉戟呢，都係呢屆世界盃最耀眼嘅，我自己覺得。同埋法國隊呢，喺咁多隊球隊嚟講呢，我覺得比較穩定嚇。雖然好多人都已經買重咗決賽係法國對阿根廷㗎啦，但係阿根廷呢兩場嘅表現呢，令到我哋球迷都係一額汗。我自己覺得呢，龍門馬天尼斯呢，唔知係咪好少俾人攻啊，或者冇乜練習救波呢？哇！好多球呢，佢都係目定口呆咁樣。咁同埋阿根廷嘅後防呢，好明顯。左右方面咧都係比較弱下，因為你見到今日Egypt 嘅反擊咧都係好快，但係咧亦都係好容易就入咗破網啊，入咗阿根廷嗰個龍門。咁真係阿根廷要搞搞個後防。嗱，咁聽日咧就冇世界盃賽事，休息一天，大家可以唞唞。咁啊，星期四就會期待法國對摩洛哥呢場比賽啦嚇，我希望會有好多入球啦，同埋始終有啲 PSG 嘅班底啊、客基美啊喺摩洛哥嗰隊，咁啊相信都會有啲好精彩嘅場面㗎。咁啊呢一邊線呢，比利時同西班牙呢兩隊歐洲球隊，我就覺得好似睇歐洲國家杯咁啦。咁啊應該都冇乜懸念㗎啦。西班牙都係稍勝一籌。比利時上嗰場輕輕鬆鬆就懟冧咗美國隊嚇。有啲似大人同小朋友踢波嗰種感覺，因為美國隊呢場比賽真係表現得好麻麻，佢哋自己都話呢一場係佢哋咁多場比賽裏面最差嘅一場，同埋其實美國隊呢，一向對住歐洲波呢都係冇乜優勢嘅，似乎呢Mauricio Pochettino 呢個教練呢，都冇好好咁樣去教美國隊點樣應付歐洲球隊啊！美國隊對住啲二流嘅南美波就係有優勢嘅，同埋上嗰場唯一一場可以贏到歐洲球隊嘅世界盃賽事就係對波斯尼亞，係最後掹車邊入世界盃，
決賽周嘅球隊，咁你見到佢10人應戰都可以贏到波斯尼亞，就知道波斯尼亞呢隊波咧有幾唔掂啦。咁所以咧，美國隊真係要好好考慮下。雖然教練就冇話佢會唔會辭職或者留任，因為佢個 contract 咧其實世界盃完咗咧係需要 renew，但係我諗佢自己都要諗諗有冇辦法可以幫美國隊克服對歐洲球隊嘅個包袱啦。上嗰場呢個美國龍門咧第3球輸嗰個走出嚟甩波嗰個球咧，真係輸得好核突啊！3個主辦國加拿大、墨西哥、美國輸得最核突係美國嚇，同埋加上Balogun 喺本身要停賽嘅情況之下，侵打個電話俾個FIFA 嘅足協主席咧就搞掂咗，唔需要停賽咧，呢場就搞咗牽連咗國際大波嚇。咁當然啦，佢呢場比賽都冇乜好嘅表現啦。你話係咪俾人 mark 死咧？根本成隊波都話表現係好差，所以咧我自己同朋友喺酒吧睇呢場波咧，真係嬲到咧大家都話啦，美國國慶，全國都慶。呢場波真係尋日真係搞到啲美國人好唔開心啊！本身呢場波咧係團結美國國慶慶祝250週年嘅，變咗而家好多人咧都話要除咗啲美國波衫同國旗啦，唔慶祝美國隊啦，鬧到飛起下。真係有啲可惜。咁講返另外對主辦國啦，墨西哥輸俾英格蘭，我自己覺得墨西哥都係輸得雖敗猶榮嘅。因為英格蘭咧呢個10人應戰嘅情況之下咧，打出呢個血肉人牆啊，打出英格蘭喺今屆世界盃裏面最精彩嘅一場賽事下打返起隊波。Harry Kane 始終係呢個英格蘭嘅靈魂人物，就帶返起比寧咸入咗2球，咁所以我都自己嚟緊好期待嚟緊嘅英格蘭對挪威呢場賽事。咁好多人已經講啦，夏蘭喺呢場賽事應該都冇乜運行㗎啦，因為佢始終喺英超打咗咁耐，大家都知道點樣 mark 夏蘭啦。咁我自己覺得世界盃入到8強嘅球隊咧，都係唔可以輕敵㗎。所以我自己覺得都係會一場幾精彩嘅歐洲球隊對壘下，咁好期待呢一場比賽。咁至於咧下面呢條阿根廷對瑞士，我自己覺得阿根廷真係唔可以再掉以輕心。打到入8強都係5-5波下，所以咧我哋啲谷友咧近排都比較少去買波啦，因為就去到呢啲位都好難去預測究竟邊一個係穩操勝券㗎。咁其實近排大家討論最多咧就係球證執法個問題嚇。咁阿根廷好多人就係話，如果佢再出埋局嘅話咧，基本上 FIFA 就承受唔起冇咗美斯同埋 C 朗嘅世界盃啦。咁的確係嘅。我覺得如果阿根廷以今日睇球迷嗰個比例咧，好明顯阿根廷嘅球迷咧真係好多嚇。雖然佢哋個國家經濟唔係咁好，但係本土美國咧都有好多阿根廷嘅球迷。我自己頭先都 check 下西班牙對比利時呢場波，本身大家諗住如果 C 朗可以贏西班牙，或者係美國隊主辦國可以再進一級，係葡萄牙對美國或者係西班牙對美國都好，應該啲波飛咧比較搶手㗎。頭先我 check 過 FIFA 個 marketplace 嚇，發覺呢一場嘅波飛好多人都懟翻張飛出嚟，同埋個價錢咧都係1000零2000蚊就可以入到場啦。就比起其他比賽咧，好明顯係滯銷咗，嗰啲黃牛窿咗啦呢一邊。咁所以咧我自己都贊成嘅，即係如果你話冇埋阿根廷，唔好話啲波飛啊，所有啲全世界嘅球迷啊，要去即係爬起身打開個電視追直播啊，嗰個慾望都會減低好多啦嚇。如果阿根廷都要出埋局嘅話，咁所以咧嚟緊嘅比賽，我哋再睇睇阿根廷會唔會可以繼續
以美斯嘅一己之力咧，將隊波帶入呢個決賽，準決賽對住有可能英格蘭對阿根廷嘅話咧，話呢場世紀大戰啊，仇人見面嚇。咁呢邊咧好大機會嚇，大家都想睇到嘅就係法國對西班牙啦。好啦，世界盃嘅賽事真係唔係剩翻好多啦。希望大家可以追埋嚟緊嘅賽事，咁我哋下次再傾，拜拜。